如果有一日你個仔放學返到屋企，望住你講冇同學肯同我玩啊，你會點樣去回應佢呢？好多父母第一時間當然係想安慰佢，但係好可能咁樣就會錯過咗一個讓小朋友去學習處理失落嘅機會。我見過有唔少嘅家長，當細路講話冇人同佢玩，佢哋第一時間就會同個小朋友講，佢唔同你玩，你咪揾第二個咯，又或者係揾第二個玩咪得咯。呢啲說話睇落好似係想安慰佢，但係其實小朋友會覺得自己嘅唔開心冇人理，心入邊會覺得好無助。講到呢度，我都想提一提家長，細路仔講嘅冇同學肯同我玩，或者冇人同我玩，唔係代表件事一定係咁嚴重嘅。有時佢哋只係太過唔開心、太失望，所以用咗啲以偏概全嘅方法去表達。如果大人聽完即刻過分擔心，情緒太高漲、太緊張，咁我哋就好難用平靜嘅心情去陪伴孩子度過呢一種失落感。我哋要記住，唔係要即刻幫佢分析事實，而係先處理咗佢當下嘅情緒。你可以試下以下嘅3個方法，幫佢哋一步一步學識面對拒絕，仲可以加強佢哋嘅自信。如果覺得呢篇文章對大家有幫助，記得按讚支持一下，分享俾你身邊需要嘅朋友，同埋訂閱我嘅頻道，咁樣就唔會錯過其他實用同埋教養嘅資訊。透過分享知識，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家庭，讓孩子能夠平安快樂咁成長。多謝晒。第一步，唔好急住話事，比起問發生咩事，你可以試下講，你係咪有嘢想同我分享？又或者係我見到你好似好唔開心，想唔想講俾我聽啊？呢啲說話唔單止溫柔，仲會令小朋友感覺到，原來我唔使交代清楚成件事，都可以有人陪住我，爹哋媽咪都會關注我。當佢哋開始肯講，第二步就好重要，就係認同佢哋嘅感受。你覺得好唔開心係咪啊？呢句聽落好簡單，但係對小朋友嚟講好重要，因為佢會覺得自己有被理解，咁先至會能夠安心繼續將心裏邊嘅感受去講出嚟。好多時細路仔唔肯即刻解決問題，只係因為冇人肯聽，冇人明白佢。至於第3步就係引導佢揾方法去解決。當孩子情緒稍為穩定，你就可以試下嘗試引導佢。如果下次遇到咁嘅情況，你會點樣處理呢？但係同時間，我都希望家長記住，唔係每個小朋友都即刻諗到方法，有時佢哋都可能未 ready 去回應你。咁我哋可以用溫柔嘅方式同佢講，如果你未想去講呢件事，冇問題嘅，你隨時諗到有需要揾爸爸。因為真正嘅支持唔係催促，唔係揾答案，而係陪住佢，等到佢準備好，你先可以輕鬆去引導佢。例如嘗試俾幾個選擇佢，或者用角色扮演或者繪本去幫助佢練習。講到呢度，我諗翻起我自己嘅細仔 Stephen 喺佢細個嘅一個故事。記得喺佢4歲嗰陣時，有一次喺公園揾人一齊玩，接近1個鐘頭，俾好多嘅小朋友拒絕咗佢。我見到佢好似唔太開心，我就勸佢不如今日先回家，下次再嚟啊。點知佢就即刻同我講，呢個唔肯同我玩，我會再揾第2個，唔緊要嘅，爹哋。一個4歲嘅小朋友竟然咁堅定，咁樂觀。老實講，我都覺得自己有啲慚愧。我哋大人有時都冇佢咁堅持。其實細路仔嘅社交唔順利係學習成長嘅其中一部分，咁樣唔係代表佢哋唔討人喜歡，反而如果每一次遇到拒絕，身邊都有大人去干預嘅話，佢哋就會好難建立起自己嘅社交能力同埋自信心㗎喇。
我哋唔可以時時刻刻幫自己嘅子女避開失望，但係我哋可以教佢點樣唔怕面對失望。